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互阮搁一届来到圣殿当中，会当甲伊亲近。这时刻，咱做伙安静心来听候，来亲近咱的主。主啊，这时就求你圣灵，运行在这个圣殿当中，甲阮同在，平静阮的心，甲阮散起来。感谢你，哈利路亚，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生活，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真多，愿你甲我同在，做我心里的品牌，保护我无日失败，带我带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将我藏伫你手内，做你得胜的旗帜，主名充满世界。亲爱的主上帝，感谢你赐予阮新的一天，愿你伫一周的每一天当中，带领阮的一切，求你的灵充满阮，互阮凡事都会当荣耀你的名。这时，咱来为着几项代志来献上咱的祈祷，为着家己的罪，咱献上咱的祈祷。求主赦免咱的罪，互咱伫过去一周所犯的罪过，求主的保护会当洗清，会当压减。主啊，阮感谢你，嘛为着家己的健康、家庭、工作、人际关系需要的祈祷，求主保守阮每一天的生活，拢为伊甲阮记伫地。嘛为着心灵软弱、身体白裂的肢体，咱献上咱的祈祷，咱做伙拍头，同齐出声的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了你，主啊，你将阮的罪过来交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洗净阮的罪过，求你来赦免阮的罪过。阮知阮时常来得罪到你，阮知影你是赦免主，你是神，主，感谢你，亲爱的主啊，这是阮来到你的面前，面对家己的罪，甲过失，诚心来悔改，来毋是承认阮所犯的错误，求你赦免阮伫无意中所犯的过失，求你留下阮的骄傲，家己正做是义的态度，恳求圣神灵光照阮，互阮看见家己的欠缺，求主用保护来压降阮所犯的罪过，洗净阮一切的不义，成做一个圣洁的人。有换心正义的灵，帮助阮手前去，心顺格来服侍你。主啊，阮也为着家己，甲阮的亲人，甲教会的兄弟姊妹来与你交托，求你恩待扶持，互阮经历你的保守甲看顾。心灵软弱的，阮恳求你，恳求主来安慰，赐予阮力量，讲用阮的心智，肉体有病痛的，就求你来医治，求你医治的圣手，就来临到阮的心中，来医治阮。有家庭、婚姻、事业、工课、经济拄着困难的，主啊，阮来求你。
气力、甲智慧，互阮来面对一切挑战。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是高地的主，你是将阮放伫你手内的主。主啊，我感谢你，祈祷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接下来，我做伙来为着开明红台所受的灾害来祈祷，咱献上咱的祈祷，嘛为着今日老无数2长的礼拜的讲道，咱来献上祈祷。特别是开明红台所造成的灾害，咱阿头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主啊！台湾是一个土地，是你所爱，是你所看顾。主，我来求你将我的这个当中，主啊，求你帮助我。这天父，求你亲自看顾台湾这个土地。你是掌管高山甲海洋的主，求你施恩，互因为开明风台造成的灾害。损失更上加上加，互所有加出来的水会当快快退去，互饮水的地区恢复原本的模样，嘛帮咱救灾人员一切拢当平安，互饮水地区会当恢复原本的优势，嘛帮咱救灾人员一切拢当平安，因的家庭。也会当快快清除街道、公路、机场，修复电路，或者是交通、电力，拢会当恢复本位，互人民的生活恢复正常。主啊，你是施恩疼痛的主，我求你，求你施恩赐福伫台湾这个土地，求你亲自来看顾。主啊，我感谢你。主啊，你是阮的主，你是全能的主，你是医治的主，你是救援脱离灾害的主。哈利路亚！主，感谢你，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我们将今日的主日礼拜，老无数2长的讲道分享，全然交托伫你手里。好，求你互主日的领事一切拢当顺利。无说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互阮拢每一个人拢有心中甲领受。主，感谢你，愿安尼恳求祈祷，我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让我祈祷，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释放，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前进，愿你甲我同在，做我心唯的品牌，保护我无日失败，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做你贴心的基础，注定充满世界。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释放，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智慧甲才能，为你荣耀前进，愿你甲我同在，做我心唯的品牌，保护我无日失败，带我脱离灾害，愿你甲我同在，将我放伫你手内。
点心的起伏，主要将我世界，全能的上帝，请你听我的祈祷，愿你大大赐予我，开阔我的心肝，将你的话甲生活，你的双手扶持我。使我体会甲知影，为你荣耀真多，愿你甲我同在，做我心唯的品牌，保护我无你失败，带我拖你在海，愿你甲我同在，做我牵你手来，做你决心的起伏。世界，做你决心的起伏，注定充满世界。做你决心的起伏，注定充满世界。是啦，咱是主特性的器具，哈利路亚！主感谢我你，将你属于咱做伙，只是做伙起你，做伙来学落咱的主。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管；对着攻击的时阵，耶稣掌管。无看环境，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管，伊万事拢掌管。大水泛滥的时阵，耶稣掌管。对着攻击的时阵，耶稣掌管，无看环境，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管，伊万事拢掌管。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感谢，也只为一天来唱哈利。管伊为一天，耶稣伊掌管。大水泛滥的时阵，主掌管世界；对着攻击的时阵，耶稣伊掌管。只要专心来相信，耶稣掌管，伊万事拢掌管。来唱哈利路亚。也是每一天来唱哈利
掌管咱的每一天。手歌来呼噜。
上帝奇妙的名，愿的唱歌来学咯，学咯上帝至神的名，愿的唱歌来学咯，学咯耶稣无比的听，愿的唱歌来学咯，学咯耶稣尊贵的名，伫你吹来的所在，伫到日落的大海，愿的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愿的唱歌无人知。愿的唱歌来学咯，学咯诚实真理的听，愿的唱歌来学咯，学咯诚实关灵的名，愿的唱歌来学咯，学咯赞美我的上帝，愿的唱歌来学咯，学咯赞美全知上帝，对你出来的所在，直到日落的大海，愿的唱歌无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实到万代，愿的唱歌无人知。大神的主，阮的上帝，伫风雨、伫阴水、伫大风了后，阮知影你有权掌权。阮伫风台过，伫这个圣日，阮当顺序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主啊，这是阮对你所领受的恩典。侪侪所在，要伫阴水的中间，有的教会检测也袂当真方便来做礼拜。主啊，阮关心伫因，也恳求上帝你施落怜悯恩典，互所有一切水灾或者是阴水，拢会当真顺序来完成、来复建，互阮会当进入到正常的生活的程序，互阮当心会当安心伫你面前敬拜、学乐、甲感谢，也伫这个大自然的灾害的中间。互阮更较谦卑敬畏，只有你是大自然的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阮求上帝怜悯阮，互阮人用更较谦卑，知影阮人所做实在是有限。若无上帝怜悯甲恩典，阮所做的拢要是空空。愿拜上帝，互阮伫这个风台过了后的主日，互阮更较伫你面前用感恩的心自执。用学乐、敬拜、祈祷，领受对上帝来恩典甲祝福，也通过你的话，阮大家三个学习、三个勉励、三个造就。愿主你的圣神伫阮中间，阮的敬拜一切拢归荣光伫你，也互阮通过诗歌、通过祈祷、通过你的话，阮搁一遍确认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阮众人拢是你所创造，阮是你的百姓，是你的子民。阮要学乐甲敬拜，愿你圣神伫阮中间，阮的敬拜归荣光伫你。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错俺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启应记载伫启应文19篇诗篇84篇，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恋慕上主的殿院到要昏去。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我的王，我的上帝啊！
切鸟仔嘛伫你的祭坛边做寿。徛起你伫你殿院的人真有福气，对你得到快乐的人真有福气。因经过打扫山谷，拢变做水源。因哪行哪有力。万军的统帅上主啊，求你听阮的祈祷，保护阮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伫你的殿院点一日，我宁可伫我上帝的厝过门。主上帝是日头，是灯牌，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主，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既然有喘气的，拢要学了耶和华。即日对耶和华的话来做，天地的万类嘛对伊喙的气来听，因为你讲出就有，命令就徛在，愿全地拢敬畏你的名。你为阮牺牲伫十字架顶，因为你搁我的大能，互阮有永生的愿望。阮感谢你的拣选，互阮伫你的内面有十足的平安。主啊，你知阮常常是软正的，明知好的要去做，对歹的煞去行。求你做阮的帮站，甲我靠，光照阮头前的路，来荣耀你的名。恳求主兴起阮对灵魂的负担。使用阮家己同工，同齐享受传福音、得人那得去的快乐。求主来引带阮，会当彼此相听、相扶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同时，阮嘛求主保守伫歇热期间的每一位学生，互因明白万事拢通行，但毋是拢有利益的道理。来祝福每一位学生。把握时间会当有充实的假期。主啊，你是阮的大医生，阮中间嘛有兄弟得甲病痛征战，求主保守因会当得到好的照顾、好的医疗，早一日来恢复健康。也求主祝福伫阮的服侍当中，甲所有的会友，互教会逐项、逐事工拢真顺利。只是嘛求主来安静阮的心，特别透过老牧师的分享，互阮伫你的面前有好的敬拜、好的领受。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上帝的话记载伫2位圣经节，以赛亚书58章14节到13节到14节。恁若无迫害安息日，无伫神的日子做追求利益家己的事，恁若看安息日做通欢喜的日，尊重伊做上主的圣日，恁若尊重圣日，无做日常的工作。无做家己欢喜的事，无懒散讲话，安尼恁就会对上主得到喜乐。我要互恁伫逐所在，我要互恁伫地上伫逐所在受尊重，用恁祖先雅各留互恁的产业养饲恁。上主亲嘴安尼宣布。第2位圣经记载伫希伯来书19节到25节。所以，兄弟姊妹，咱靠耶稣流血，是会当有确信甲勇气进入至圣所。咱通过咒语，
就是家己的身躯，甲咱开一条新搁活的路。咱已经有一位伟大的祭司伫伫咧上帝家，咱着用真诚的心、坚决的心、清气无亏欠的良心，甲清水洗过的身躯来亲近上帝。咱着坚决持守所宣认的愿望，因为应允咱的上帝可靠。咱着互相关心、通激励、相听，甲做好事。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毋通学伊的习惯。颠倒着互相劝勉，既然恁知主的日要到，搁较着安尼。圣经读到遮，愿主赐福听叹伊话的人，赞美咱请圣歌队所献的诗歌是听阮的声。因此煞请老牧师进道，伊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基督徒的教会生活，请咱恭敬来领受。
所敬的贾牧师视频牧师富阳教会亲爱兄弟姊妹中日同工大家平安。感谢主，伫咱神的主日，咱做伙搁一遍同心来敬拜咱的上帝。特别今日也是咱教会所定总会文艺事工的奉献主日，有机会甲咱搁一遍，甲咱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伫分享的大声，邀请咱搁一遍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你赏赐你的话语，真做阮生命的帮助，也恳求你的圣神是落伫阮的中间。主透过你的话语，互阮通耳密着主你话语的奥秘。恳求主，你的话也亲自对阮兄弟每一位兄弟姊妹来讲话。愿安尼恳求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伫过去有机会甲一寡青年咧互动谈论的对话的过程中间，有一寡互我印象较深刻的对话交流。这青年嘛是真心实。有个青年伊安尼问讲：牧师若是讲要过真正的信仰的生活，敢着一定爱来参加主日礼拜，还是讲参加教会服侍？因为我最近我咧实验讲，看敢会当透过我家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来维持即个信仰的生活。因为我咧想讲，如果无教会的生活，敢着无法度去维持我的信仰的生活吗？可能咱的兄姊妹嘛有捌听过有人咧讲，伊讲今日咱若无法度去教会咱着伫厝过教会的生活。因为安怎？因为教会就是人组成的嘛，所以无论伫啥物款的所在，咱拢会当过教会的生活。毕竟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是讲咱敢需要真正伫特定的一日去到一个伫建筑物的内面，才算做是过教会的生活。若是安尼敢会即个信仰敢会伤过教条啦吼？当然有时阵要回答即种的问题，的确毋是真简单，因为伫即个时代。咱讲教条式的教导并毋是遮尔简单就会被接受。科学家爱因斯坦伊本来是一个对教会有偏见的人，总是伊讲，就伫即个纳粹伫德国为非作歹的时阵，伊讲伊看到一群人伫主日拢会去到伫教会虔诚为着德国来祈祷的时阵。有一日，伊伫会场的面前，伊流着目屎讲：“伊讲我误会教会啊！”伫圣经的中间教导咱讲，对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接受基督的迄点开始，咱就成做上帝的囝儿；也伫迄点的开始，咱成做上帝国度即个家族的成员。所以有时阵，咱若想要伫教会实体的组织以外，要过教会的生活。伫真侪人的生命经验中间，这可能毋是一项处理咱生活的代志的一个概念吼。因为咱好通来想的是，如果咱要讲无去教会做礼拜，依然会当算作是教会的生活，咱敢会亲像安尼来看待咱伫生活中其他的领域？亲爱兄弟，如果后一遍，你要计划一个家庭的旅游的时阵，你伫出发以前，你甲你的太太讲：“亲爱，我今日要一个人去山顶露营旅行，来当作是咱的家庭的时间。毋过你毋免烦恼，当我甲咱的狗做伙伫山顶食到即个烘肉的时阵，我会想到你甲咱的囝，这应该是当作咱的家庭的时间啦吼。”所以咱无需要想过教条式的生活啦。是如果你有这个想法，就是我无法度去看我查某囝伫台仔顶的演出，毋过袂要紧。顶礼拜伊伫村练习的时阵我有看到啦。这就当作我有去看到伊的表演啦。如果你有安尼的想法，可能只有得到安尼的结论，就是你若无开时间。陪伴你的牵手，伫个眼内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安怎？
伊无重要。如果你无开时间去陪伴你的囝儿，伫个眼内，伊嘛只有感觉我无重要。如果你常常对你的朋友，咱讲吼放粉鸟吼，放鸽子啦吼，伫你的朋友眼内嘛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安怎？你无重要。有名的即个电视的节目的即个主持人吼，咱讲即个欧普拉吼，伊讲，如果伫一礼拜中间，你无有时间甲厝里的人相处一个暗暝，至少1点钟的时间，安尼家庭就毋是你注意的事。因为正常的囝儿、正常的父母会伫家庭的中间，甲囝儿、甲父母、甲兄弟姊妹互动，然后透过伫厝内彼此服侍的即个经验，成长成做一个健全的人。信仰的生活应该嘛无例外，就是咱伫教会即个属灵的家庭的中间，服侍上帝，也甲兄弟姊妹彼此来团契。透过伫教会中间服侍的经验，来成长，成做一个健全的基督徒。伫以赛亚书的58章13节到14节中间，有提到2个真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看安息日做通欢喜的日；第二个是对上帝来得到喜乐。相信全牧师伫牧会的过程中间，拢期待也毋望讲来建立一间喜乐的教会。毋望当咱兄弟姊妹来到教会时，咱想到的拢是喜乐的事；也当咱参与伫服侍中间，嘛同款是抱着一个喜乐的心。所以伫教会中间，咱讲咱是照着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家己属灵的恩赐来彼此服侍。伫以弗所书的第4章11节到12节，伊则讲，伊所赏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先生，为着要互圣徒招庇，来做找用的工，起造基督的身体。有一本册，伊的名叫做《肢体的生活》，伊将这4个元素的积分来披露，成做是咱身躯内底4个大的系统。伊讲，使徒吼，就是咱的骨骼的系统，身体的主要就是这个骨骼。伊讲，使徒就是建立这个骨骼来设立这个教会。然后先知呢，伊是成做圣经的系统来领受并且传达大脑的命令。因为着教会来订立这个次序，然后这个传福音的，伊是一个消化的系统，吸收外在的食物来食做身躯的一部分吼。传扬福音，互未信者的来食做教会内面的一部分。这个牧师甲先生呢，伊是一个循环的系统，就是讲会将这个营养传到规身躯吼，就是用上帝的话来喂养所有的兄弟姊妹。当然，这是一个作者伊的披露的方式来说明，毋是遮尔完全的准确，总是会当互咱理解。毋过，若是要问讲，倒一个系统较重要的时，咱敢有一个答案讲，倒一个系统较重要？相信咱拢知吼，伫其中无有上重要，也是较无重要的系统。只是无同的系统伫身躯的内面，安怎分别去担当因家己的责任。伫以弗所书，咱拄则读4章的12节，伊则提到讲，做车的就是要互圣徒招庇，和合本的翻译叫做成全圣徒吼。发现咱的恩赐，然后善用咱的恩赐，是咱服侍的起点。所以，如果伫教会中间，咱已经找到适合咱家己恩赐的所在，咱就掠这个服侍做尽忠。不过，咱的服侍中间，并唔是用时间来做中心。属灵的服侍，事实上是用关系来做中心。因为咱的时间的目的甲本质，是要兄弟姊妹来彼此服侍。伫时间的中间，有一个真大的限制，就是
自我的满足，毋是咱的满足场了吼。若是咱要将家己的运势甲才调运用伫适合的时间顶面，相信拢会为着咱带来迄种的满足甲喜乐的感受。因为运势这个字的本身就带有喜乐甲欢喜的意思，也就是当咱参与伫甲家己的运势相合的时间的时阵，每一个人你拢会感受到迄个喜乐甲欢喜。总是咱的服侍，毋是掠满足家己来做目的，咱的服侍是要互咱的兄弟姊妹透过咱的服侍来得到利益。有特别有同款的运势，会同工做伙服侍的过程中间，若是看到咱做伙服侍同工，伊的运势被开发，也是得到发展的时阵，甚至有一天，这个同工伊伫时间的顶面的表现比咱较优秀的时阵，安尼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服侍。所以嘛，因为安尼，咱伫时间的顶面，咱其实是需要随时来关心咱的同工，也来思考讲要安怎来补足伊的不足，互同工的运势会当完全来发挥来运用。总是嘛有一种的可能，就是当咱的同工伫运势的顶面较优秀，甚至掠家己比别人较优秀的时阵，这种的服侍态度就会互咱落入去试探的中间。所以，如果是安尼，咱就爱详细来思考，要安怎来改变这款的情况，来达到咱讲合宜的服侍。所以，伫经文的中间，这个成全交臂是非常重要，咱爱去看重。咱的服侍是希望这个被服侍的人会当透过咱的帮赞来达到咱讲交臂完全的地步。所以服侍者其实嘛爱有一个健康的属灵的心态。如果你无经历过这种属灵成长的稳定的人，一开始你若是踏入去教会的服侍时阵，有可能伊最后感受到的只不过是落落尔定。有一寡教会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讲要参与服侍的人，上好是已经接受过洗礼的兄弟姊妹。当然有时阵，咱会想讲借着一款的方式，譬如讲，或者未信者伫教会内底，互因参与什么款的事工，有机会踏入来教会内面。这毋是毋通做的事，总是拄则讲过的是，这个服侍的本质其实是彼此来建立关系。所以，咱嘛会当甲这个未信者兄弟姊妹，透过建立关系来互因入捌教会，总是咱爱真细腻、真谨慎来使用这款的方式。因为当伊也未领受到这种属灵的成长的时阵，最后换来有可能只是劳苦甲埋怨。所以会造成这种的原因，就在于这个人可能也未了解服侍的本质以及这服侍的意义。伫圣经的中间有提起到执事的这个原文吼，diakonos 这个字常常也来翻译做执事。当然有时阵是用来指着上帝的罗卜，也是讲军队耶稣的军队者服侍伊的人。这个字有两个字眼来合起来吼。这个diakos就是咱讲跑腿办事吼，替人咧走出走入咧办代志。第二个koni，这是拖刷的意思，意思就是讲吼。安尼无用行出行入，无用甲规个拢做营业安尼啦吼，走来走去，替人咧办代志，办甲规间厝即个拖刷吼拢做营业安尼吼。所以即两个字合起来，就是真稳群来办代志，然后伫初代教会中间，这事也是逐项咱讲这份的称呼，也是上有代表性的这份。不过，教会中间所有的职分，拢是服侍的职分，毋是地位的象征。
这位的受侮是互一个人来积极参与伫服侍，所以领受这伙人其实是需要屈下家己来服侍咱的正兄弟姊妹。伫咱今日所读希伯来文、希伯来书的第10章，伊提醒咱，当咱进入教会了后，20，伊讲得用真诚的心、坚决的心、清气无亏欠的良心，甲清水洗过的身躯来亲近上帝。真诚的心、坚定的信心，也分别做成来亲近上帝。这是要互咱24节讲，互咱互相关心，通激励、相听，甲做好事。所以伫25节咱要做伙来25节，咱做伙来读好无？看会到，做伙来读，请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毋通学因的习惯，颠倒着互相劝勉。既然恁知主的日得要到，搁较着安尼。伊讲，当咱安尼做的时阵，其实就是咧建立基督的身躯。教会若是被建立起来，教会就会成做伊应该有的款式。伫即个时阵，教会也会成做咱讲世界的愿望。所以，当咱参与伫服侍的中间时阵，咱应该要问的问题是：透过咱的服侍，会友敢有被坚固？透过咱的服侍，咱的会友敢有被建立？建立毋是单纯讲建立一个组织，最后伫咱其实是爱互伫教会内底的兄弟姊妹，哪来哪成熟，哪来哪完全。教会事工最后是要透过着教会肢体来彼此来成就。所以，当每一个兄弟姊妹学习亲像耶稣基督有耶稣的款式的时阵，咱的教会就会被建立。上帝的旨意就会透过着咱伫生活中间的每一个场合来彰显出来。有一位美国即个参议院的即个义牧夏维信牧师啦吼，伊讲伊捌伫华盛顿的一间教会咧牧会时阵，有一日伊出去到华盛顿以外的地区来出差开会。当伊坐飞轮机转来的时阵，伊想要对飞轮机的窗仔口来看伊家己的教会。结果因为即个改变路线，差不多本来伫要看到教会时阵，伊讲伊无看到教会，总是伊颠倒看到即个白宫啦，还是讲儿童的病院，还是国防的大楼，还是讲Georgetown的大学。伫迄点，伊常常想起着讲伫遮建筑物顶面上班的兄弟姊妹，教会的同工。所以伊讲伊常常来醒悟，教会并毋是伫某一条道路的顶面尔定，就是既然伊所牧养，既然伫迄间教会所参与的兄弟姊妹，因所徛起因上班的所在，也是即个牧师的教会。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教会敬拜上帝，咱得到上帝的话语的训练培训，拢通去重新来得到开展，伫咱逐人所徛起的区域、家庭、工作的中间，伫逐所在为着福音来发光，这也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所以，伫咱正兄弟姊妹服侍，咱更较看重的是坚固彼此的信仰。疫情为着咱的生活带来侪形态的改变、观念的改变，甚至是信仰观念的改变。咱咧想，当咱改变咱的生活的形态的目的是安怎？其实是要互咱有维持更较健康的身体嘛。所以，当咱的信仰的观念在改变的时阵，咱咧想的是，是毋是有互咱的信仰的观念更较健康？当然，常常我咧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线顶就会当听讲道，为什么兄弟姊妹要来教会？所以我家己得到的答案是安尼：第一是敬拜而乐。即当咱敬拜的时阵，咱会当感受到上帝临在，这是一个真重要的礼拜的仪式。
所以教会借着敬拜俄勒，会咧起造祭坛来献上咱感恩俄勒的祭。伫出埃及记的29章42节，伊提到讲：恁世世代代着照时伫会幕的入口献烧化祭予上主。我要伫遐甲恁相会，甲你讲话。所以透过献祭，上帝要甲咱相拄，要甲咱讲话。我想来到教会，实际参与着教会的敬拜，甲咱透过电脑来参与敬拜，其实是有真大的差别甲感受。第二就是彼此的祈祷甲服侍。虽然咱讲代祷，咱伫随时什么所在，拢会通彼此来代祷。总是当来到教会时阵，牧师、牧者，咱的中一同工，为着你的需要来甲你看手祈祷。当兄弟姊妹牵着你的手来替你的需要来交托上帝时，我想这种款的三角的陪伴是无通取代的。所以当来到教会时，咱来搁一遍借着彼此的服侍，借着伫教会无共的恩赐，来领受着上帝对咱兄弟姊妹的疼。请咱甲边的兄弟讲，上帝要借着你为着教会带来祝福。是啊，上帝要借着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为着教会带来祝福。第三，也是上重要的，就是透过甲属灵的厝咧家庭的人建立亲密的关系，然后也进一步甲上帝来建立亲密的关系。当然，当咱伫礼拜中间，咱注重伫上帝的话语，也注重伫即个领受教导，伫咱的信仰个别内面。伫使徒圣经有提到着圣徒的相通。使徒圣经大约是主后第6甲第7世纪基本来定型，被写入咱已经念1400几年的信仰个别。所以当这个元素被写入去信仰个别内面，就表示讲伫信仰的经验顶面，这个圣徒的相通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当咱来到教会时阵，兄弟姊妹彼此的互动，也是圣徒相通真重要的一部分。另外一种的圣徒的相通，就是生活伫不同的时代环境的基督圣徒，共同参与伫一个延续性的事工的顶面。譬如讲，伫咱中间的兄弟姊妹，有可能你的老爸老母，也是你的阿公阿嬷，捌参与起造无同时期的富强教会。总是现在咱就是参与伫富强教会的这个时期，这嘛是一种真特别的圣徒的相通，就是通好伫无同的时代顶面，总是继续参与伫一个教会的圣工的内面。教会公报的事工嘛是进行已经将近140冬的时期。正做21世纪的基督徒，牧师要邀请咱来做伙来参与这个超越时间、超越空间一个真重要有意义的事工。因为相信，若毋是出自上帝的计划，咱现代的圣徒要安怎甲过去历代的圣徒？譬如讲巴克的牧师，譬如讲甘惠林牧师，等等这的宣教师，咱做伙甲因有份参与伫这个持续140年重要的事工的顶面。所以接下来要有小段时间，要邀请咱来看这个教会公报的影片，互咱来了解到教会公报因最近这段时间，也是讲因这几年所咧发展的事工，互咱会当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台湾教会广播社伫这140年
的历史中间所坚持的一个精神甲态度，就是阮要讲耶稣、传基督。特别伫即个世代，咱咧讲耶稣，咱咧传基督的时阵，嘛需要将最学习主耶稣基督的精神，将伊保养出来。这个典范的故事，要互咱做伙伫黑暗中找到希望。大家好，欢迎收听耶稣讲台语，我是阿哥，我是邱牧师平安。平安。教会公会2篇有关迄个圣诞节，啊，就来讲，我来讲就哦，因为我都出国嘛，我出国，你就想讲会使做啥物代志？啊，我自细汉厝诶出钱花去真侪国家大过，变做啥台语袂晓讲。遮尔侪语言，我学过迄种法语啊、德文啊、日语啥，我竟然袂晓写家己诶文字。啊，私底下去请阮干事甲伊联络。困难的拢伊担啦，啊，我着拢负责简单就是甲滴咧，啊，开始讲话安尼咧。咱台湾迄个即块土地，一开始咱大家讲的就是台语啦，尾也有是意入来，啊，尾也有汉字，啊，咱有一个历史煞失传去啊。啊，好咧，家在教会公告迄阵来的时，因较早来，啊，巴克咧较早来，所以又甲即个留落来。啊，咱即马佮转去看，才发现讲，迄阵咱有人留学哥伦比亚咧，你知道无？咱有人去日本哦，画着什么地展啊，东京地带，啊，大家拢是讲台语啊，啊，人嘛拢有写啊，所以我就知讲啊，咱的祖先拢有真认真，在这个过程内底用伊的语言讲写。啊，传互大家做伙拍拼，啊，咱无输人啦。我咧看标会就是安尼啦。一句讲，这礼拜金句，请恁大家背起来，逐礼拜背金句。啊，伊讲这句，我转来，逐礼拜逐字写。为拜一下，才写一年。啊，因讲你今年我叫恁背金句，恁有背偌济？这伊就迄本摕出来讲，阮妈妈写一年的金句伫遮。啊，即马家己愈讲到年老，体力渐渐减少，渐袂行。啊，家己拢知影。我身边啊，当时计算拢无要紧，这有影。啊，毋过还有毋知是安怎，敢若重啊，佫诚济。所以我即马拢祈祷上帝讲，那义务责任若是压伫咧，你着互我先去用行，吼。啊，若是已经讲我义务啊煞也无责任啊，你着互我安尼平安转去，吼。公报社对台湾唯一的报纸变到规个媒体行业发展济济，甚至伫网络革命了后，每一个人拢会使成做媒体。公报社无因为时代的变化来消失，但是因为这资源的分散，确实受到足大的影响。以这个更新周刊来讲，敢若是去年一档就比前一年佫减少100万的奉献收入。这个挑战虽然真困难，不过未改变公报社用文字带来好消息的使命。无论是台湾教会公报、更新周刊、甜蜜亲子报、新眼光甲少年新眼光的读经手册，拢会继续将信仰的典范透过文字送到信徒的目睭前。对的代志，就需要坚持。虽然这需要付出真大的代价，台湾教会公报社也坚持要去关心咱的受造界，所以要搁再来销售这个一遍就甲伊单调的塑胶圣餐杯。这虽然减少真侪收入，总是阮知这是阮应该坚持的。嘛恳求咱所有兄弟姊妹继续。甲阮做伙来坚持做这个对的文字事工，为着阮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以上的费用，继续为阮关心代祷，为着阮来奉献，愿上帝祝福大家。好，
我想咱手头拢有摕着公报社的奉献地吼。伫受派过程中间，我甲公报社讲，我今年3月较为着新海伊来富强教会尔。但是公报社的同工讲吼，就是因为据内线消息指出吼，老牧师来请安的时阵成效拢较好安尼啦。我讲你可能有误解啦吼，其实就我了解，咱富强教会兄弟姊妹本来就拢真关心伫咱教会机构这事工的发展吼，所以应该不论倒一个牧师来请安，拢袂有啥物差别啦吼。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毋管会当照着上帝互咱的感动为着教会公报社来奉献，也愿咱所有兄弟姊妹伫教会生活中间，通感受到上帝所赏赐的丰富，做伙同心来起造一间上帝所欢喜、满有喜乐的教会。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谦卑伫你的面前，感谢你所赏赐的一切。主，我要向你恳求，求你赐予阮有智慧甲开力，来建立一间喜乐的教会。也愿阮的教会成做一间温暖的家庭，充满着你的疼甲稳定。也愿阮的教会是一间充满喜乐、笑声的教会，互每一个进入到这个所在的兄弟姊妹，拢通感受到你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搁就感谢老牧师今来带来分享。这是咱来唱一条回应的圣诗，圣诗79首。咱唱了这条圣诗了后，咱嘛为着几项代志，咱做伙来公道。咱做伙坐咧吟就好。咱来唱这条回应的圣诗79首。咱做为着几项代志，咱来祈祷。第一项代志，竟是文理传道的奉献主日，咱特别为着所推动一切的文理的事工来祈祷，求上帝帮助，或者的机构，特别公报社，透过文理的事工，来将上耶稣基督好的福音来传播出去。那么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透过老牧师带的分享，互咱每一个富强教会的信徒，拢有一个伫主内面得到稳定满满的教会的生活，互咱的教会通建立伫上帝的根基、耶稣基督的稳定内面，也为着伫风台了后，伫中南部有侪侪的灾害来祈祷，求上帝帮助，或者会损害特别有
得到失去性命的这的人为来祈祷，求上帝安慰灵教伫因的家庭，也为着咱教会中有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无论是破病、身体病痛，也是心灵忧伤的兄弟姊妹，咱为因来祈祷。咱做伙开喙，为着这的事项，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上帝，主感谢你，主为着这代志来祈祷，主特别将教会问题的事讲放伫手中，主求你帮助，阮透过这个祈祷来讲出这个故事，主帮助我，我的一切台面，主帮助我，各个人做为教会来祈祷，给你的力量，完成事情的帮助，主感谢你，是多大亲爱的主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主，阮特别为着公报社来祈祷，为着文理的事工来祈祷。主，阮看见公报社为着这福音的缘故，因用文字、用媒体带来讲出你的好消息。主啊，求你帮助，伫这一切所有的事工，拢有主你的引带，互因通继续讲出你的故事，继续讲出你的好消息，互所看到、所听到的，拢会当领受到主你的恩典。主啊嘛，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主啊嘛，互阮的教会当讲出受伫阮教会含伫你的故事。因为主，你伫阮的教会的恩典实在是满满，特别伫阮的教会要建立50周年的时阵，互阮搁一摆来思考，安怎来过一个阮富强教会信徒的教会的生活，互阮通会当明白，互阮通了解，来到教会聚会是何等重要的代志。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生活是一个重要的代志，毋但是含你建立关系，搁较重要，也互阮四周围的兄弟姊妹建立搁较亲密的关系。主啊，要求你帮助伫阮的台湾，虽梦经过一个风台，有侪的损害，但是求主你的怜悯、你的安慰，着临到遐受到灾害的百姓，求你来帮助，或者伫风台了后，一切的恢复，一切的救援的行动会当顺利来进行。主啊，我们特别为着教会中需要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来帮助，特别是拄着有破病、身体病痛，也是拄着心灵忧伤、拄着恶担当的代志，也是拄着任何困难的兄弟姊妹，求主来开道路，你伫因的头前来帮助因，来引带因，来行过伫人生所有一切的风暴，互因真实经历着主你的平安，经历着主你的喜乐。主啊，阮将这一切代志，搁一摆恭敬摆伫你的面前，求主你来听阮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奉献，这是咱当心来奉献。今仔日是传道奉献主日，请兄弟特别为着公报社的事工来代祷甲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请坐。请翻开《周报》最后一页，咱来读本月经句。雅各书3章17节，独独对顶面的智慧，即是清洁，也都是和平、温柔、好参详，有怜悯，甲好的果子满满，无偏袒，无假好。这是我来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澳洲事项当讲，请咱家己看。本会消息，第一点，今仔日是文理团队奉献助力，多谢老牧师来敬道，请大家拍掌来感谢。也请各位兄弟。继续为文理事工来关心甲奉献。第二点，后主日是爸爸节甲性格主日，主日2个小朋友要来参与伫2场的献诗，来祝福所有的爸爸。然后第三点，本会定伫8月11日要举行设教48周年的感恩礼拜甲圣礼典，只有1场的礼拜，所以请大家注意。然后嘛，为着7位的成人礼、3位的健身礼，甲两位的小儿媳的兄弟代祷，求主坚固因的心。第4点，本会定伫9月8号要推动第7期的幸福小组，详细的时间甲说明，请咱家己看第4点甲第5点。第6点。8月3号的9点半，伫松年有伫3楼有影展，嘛欢迎大家大位来参加。第7点，9月8号的2点到5点有吟诗漫游地球村的讲座，嘛欢迎有兄弟的人有兴趣的人会当办公室来登记，然后。第8点，咱嘛为即届的风台的受灾甲恢复来代祷，其他的消息请咱家己看。以上，请牧师补充。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特别互咱的佩妮执事一个鼓励甲拍鼓一下。第一届第一场的聚会，吼，好。咱先来介绍第一届和咱做伙来参与聚会的兄弟姊妹，只有应该是一个家庭，咱来做伙拍破来欢迎伊王秀子、王美婷和王文丽，这是啥物所在？直接来咱拍破甲因欢迎你来参与礼拜，多谢，请坐。好，牧师有几项代志要来特别来补充来报告，拄仔。师父有讲到，后礼拜咱的主日是咱父亲节的主日，所以嘛是有缘有2场的礼拜，咱的主日学的学生会来献诗。过迄个礼拜8月11号是咱教会48周年的周年庆，所以只有1场的礼拜是早起9点开始，所以大家爱会记是早起9点开始，咱只有1场的礼拜。迄天的礼拜嘛有咱的圣礼典，咱嘛拄仔看到周报即马有12位的成人，也是囡仔，加起来有12位要伫迄天来受洗礼，所以咱嘛为遮的要受洗礼兄弟姊妹，为着因的关心，也为着因继续来代祷。特别伫咱周报，咱有看到一项，有写着讲，伫咱后礼拜的主日，咱要有一个特别的调查。这个调查是因为咱教会要建立50周年，咱开始推行侪的事工，嘛同时咱这定心来看咱教会最近伫进行的事工，敢有需要调整的，也是咱的教会这的事工，敢有需要会当有一寡来改变的所在。所以伫后礼拜的主日，爱请大家爱会记哩走原子笔，因为会发一个问卷，互大家来填写。这个填写的内容是有关咱教会的小组的事工的一寡的问题，袂开大家足侪时间，大概5分钟以内就会当写了这个问题。这写了后，
若有填写的兄弟姊妹，教会会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来送互你。所以后礼拜伫咱的礼拜的听书内面，会加一个即个爱填写一个问卷的部分，互咱会当来填写，互咱的教会的事工的进行，会当有一寡会当定心来检视，会当定心来调整的一个所在。另外一个特别报告，伫咱后礼拜开始，8月初4、8月11号，以及到8月18号，连续3个主日的下晡，拢要举行咱幸福小组的训练。咱教会特别伫这几天后半夜，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事工，就是咱的幸福小组。所以伫后礼拜开始，后礼拜8月初4的这个主日下晡开始，连续3礼拜有一个训练，特别针对这个安怎来举办幸福小组，安怎伫幸福小组的内面，安怎有一寡带领的方式。所以邀请大家特别小组长，特别邀请无区的同工，要开始来举办幸福小组的爱来参加。所以会当到伫办公室来报名，到伫办公室来登记报名。咱为后礼拜下晡开始，咱就要来进行幸福小组的训练。所以这几项的代志，请咱爱来注意，请咱爱特别来注意吼，特别是后礼拜的主日，咱中间有一个特别的代志，就是请大家找圆珠笔，找圆珠笔，咱来填写遮的问题，互咱的教会会当继续来。遮个事工会当继续来进行，会当来顺序。以上报告伫遮，将时间交咱的师会。上营，请咱起立应转手。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叹，以及圣神的感动甲相通，甲咱正兄弟姊妹撒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慕道必会。